宣调，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着用伊吟诗，用伊唱歌而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着因为伊的圣名来夸口，找耶和华的人心内着欢喜，着求耶和华甲伊的关联，常常找见伊的面。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我们一起主日领受神的恩典。那现在跟你旁边好朋友说：“真欢喜看到你，真欢喜看到你。”好，现在让我们一起起立，一起来大声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相信我们的神是信实公义的神，也是让我们有平安的喜乐的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盾牌，我们的高台。我相信我们的神的恩典完全够我用。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覆庇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将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能成就的事。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覆庇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你的能力覆庇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能成就的事。你的能力覆庇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你的能力覆庇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天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能成就的事。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你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
就的事，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哈利路亚！我们大声欢呼来感谢主。哈利路亚！依靠神没有难成就的事，阿们吗？阿们。因为在神没有成就的事，阿们吗？阿们。在今天的主日早晨，我们可以一起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他，亲近他，这就是神爱我们最大的恩典，阿们吗？阿们。现在用我们的心，我们的敬拜来回应他。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高台，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赞扬他荣美。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寻求他的面。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高台，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赞扬他荣美。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
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成就他的面。现在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来跟神说：主啊，你是我亮光，我的拯救。我们一来开口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是我们的亮光，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拯救。我单单要来到神的面前，把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我单单寻求神的面。阿爸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这么爱我们，谢谢你使用我们，谢谢你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帮助。天父，我们一生一世都要在你的殿中敬拜你，瞻仰你的容面。谢谢你们的，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要寻求神的面，就是要在神的殿中敬拜你。有一件事我在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荣美。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寻求他的面。我们大声跟他说，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寻求他的面。我们再次肯定的跟他说，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寻求他的面。是的，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我要来寻求神的面，全心全意称谢赞美他。哈利路亚。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
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身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完成你旨意。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心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身上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亲爱的主，你是配得荣耀尊贵的，我要以你为中心，以你为乐，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我们不仅主日的敬拜你，也要在日常生活中敬拜你。感谢您在今天的敬拜当中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得着力量，也求你让今天的讲道内容如同种子种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满有能力，也将弟兄姐妹的日常生活交托给你，保守我们一切出入都平安。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这是咱来吟圣诗，圣诗51首，圣诗51首，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
咱着齐声唱歌，而乐主耶和华。圣哉，圣哉，圣哉！奖励天地甲海，而乐上帝至尊、至权、至大。请咱起立来吟全首。现在，现在，现在，做了多主宰，人就最想求过，我了主耶和华。现在，现在，现在，将你天地高海。兄弟既尊既冠既大，现在，现在，现在，万象龙眼满，美了高门作业，红黑的梦造就。千千万万年过，你有了点子，坐下高下，眼望兄弟大悟。现在，现在，现在，做你多主宰。是你是我若兄弟主笔，现在，现在，现在，从一个万岁的我路上为是都一人主宰。这是咱犹原徛地，当心出声来宣读新的诫命，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宣律法甲圣旨的总源头。我用新的诫命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即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宝贝上帝，阮感谢你的引带甲带领。第6日久，阮得到平安。伫今早起，阮搁做伙出集，奉耶稣基督的名三甲出集，伫你的圣殿要来敬拜你。亲爱的圣神，求你运行伫阮当中，互阮囝仔奉着你的名三甲出集敬拜的，阮的心拢向你来拍开，互阮用着诚实用着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朝找你的面。主，你设立你的宝座伫阮当中，阮要将一切荣耀颂赞拢归伫你的名。主，你也透过潘传道今仔日的讲道，你的话语搁一届进入伫阮的生命当中，真侪阮的尊敬甲帮助，建造阮的生命会当合你的旨意，行伫你的旨意当中来荣耀你的名，祝福伫阮生命当中，甲阮三甲做伙的人。主，阮要将一切荣耀颂赞拢归伫你，将今日的聚会对头到尾也摆咧伫你的面前，求你欢喜来接纳阮伫你的面前所献上的祭，祈祷奉靠救主耶稣的名，阿门。下弟兄们，请坐。咱即时来启用第8章诗篇24篇。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的活命的快乐。虽然有军兵知影要攻击我，虽然兴起兵刀攻击我，有一项事我要对耶和华求。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
因为患难的日，伊要安静保护我。将我创伫伊的布旁，靠握伊的所在。当我头壳着举起，我要伫伊的布旁献欢喜的祭。耶和华，我出声求叫伊的事，叫你听。你要讲，恁着兴目见我的面。毋通对我黄你的面。你平素是做我的班长。因为爸母离开我。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圣经约翰福音第12章第1节到第8节。第1节，所以耶和华伫半过节的第前6日，到特大年，就是以撒路所住的所在，也是耶稣对世人中，互伊过活的。伊着惊，安尼为耶稣备办的分顿，马达的侍候列沙路也是共倒的一个。第3节，玛利亚着摕一斤结贵气的真哪大香油，抹耶稣的骹，搁用家己的头毛拭伊的骹，香油会香满厝。有伊的学生一个要卖伊的，就是加略人犹大讲，啥事要将即个膏油卖银仔300个来，互善乡人呢？伊讲安尼，毋是因为伊关心善乡人，伊是因为伊是贼，过管钱地，偷摕所有的拿定。第7节，耶稣就讲，出伫伊将即个留互伊到我埋葬的日。第8节，因为常常有善乡人甲伊伫地，若是我无常常甲伊伫地。即是安尼请安尼传道来讲道，题目是拍破会疼。礼兄弟姊妹平安，分享的大小，咱做伙先压头来祈祷。主上帝，我感谢你，我们搁一摆奉耶稣基督的名，而且自接。主，阮相信你就点伫阮的中间。主，你的圣神充满伫阮的内底，充满伫规间教会内底，也充满伫儿童的教育内底。主，阮相信今仔日你要搁一摆对圣经中的话语，对阮众人讲话，要阮的性命会通拍开心门，会通拍开阮的耳孔，真足认真来听主你要对阮所讲的，要阮主你来温故你的仆人，互仆人所讲所分享的，毋是我靠家己，独我靠圣神的开力。主啊，感谢你，我们搁一摆献就阮芳的祭来到你的面前，阮主耶稣基督，你设立伫遮做王，我们搁一摆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主你。我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兄弟姊妹平安，真欢喜！咱今仔日是妇女的主日，咱常常看见今仔日的所有的服饰，对楼骹的接待到敬拜遮等等，其实咱顶面看到的拢是咱的妇人人。咱看见今仔日的妇女有侪无共款，啥物无共款？对过去的世代，也是讲对圣经来看，妇女敢若亲像是一个默默付出的一个牺牲品啦，或者说默默牺牲的一个帮助者啦。不过咱看见妇女伊伫教会内底真做真重要的团契，真重要的帮站。咱看见有侪的所在真清气，其实是周间有侪妇女为咱的教会
默默的牺牲奉献啊！咱可能唔知影，不过上帝拢知影，咱遮的妇女拢伫平常时的时间，为着教会来清洁，为着教会来服侍，为着教会来料理。咱常常拢有听过一句话，叫做“一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什么伟大的女人呐”。这句话改成有怪怪呢。这句话的意思是啥物？妇人人无重要的，改成妇人人无重要，女性好像被放在次等的啦。改成是查甫人伫这个世界的中间，拢是爱出头迄个啦，拢是爱出面的迄个啊。不过咱来想象来看，咱即摆世界无共款啊。咱即摆世界有侪的女性安怎？有可能伊做的拢比查甫人更较好啊。咱看见咱的政治嘛有侪的女性出来，咱有侪而且原本的职业。拢想讲查甫人做较好，比如讲警察，比如讲即个军人，也是讲遮的查甫人爱做的代志。想想咱即摆世界中间，已经有侪的女性做甲比查甫人更较好。所以咱看到即个世代已经安怎两性平权啦，所以咱看见讲妇女已经毋是安怎女主内男主外的世代啊，即摆是安怎男生女生拢安怎？拢共款啦，拢平等的啦。不过，咱来看圣经，安怎来讲妇人人啊？咱来看到圣经上重要，咱有讲到讲在地的妇人人赢过亲像即个珠宝啦。兄弟姊妹，咱何等有福气？咱的教会有一群妇人人，亲像珠宝共款，伫咱的教会，因愿意为着教会祈祷。因愿意为着教会牺牲，因愿意为着教会来服侍，甚至愿意伫家庭内底成全一个家庭，牺牲奉献伫一个家庭内底。那安尼讲，妇女是珍宝啦。那安尼，你敢有生命中间上爱的迄个珍宝啦？有贵重的物件无？有可能伫你生命的某一个阶段，拢有你意爱的物件。有可能伫你5岁的时阵，你有你真意爱的芭比娃娃。你10岁以后，有可能有一个真意爱的一个化妆品保养品。你到60岁的时阵，无共款啊。所以每一个人无共款的生命阶段，拢有一个上宝贝的物件。有可能你真无简单才买到，有可能你欠真久，因为真无简单会当得到，所以咱会特别珍惜啦，真细腻来藏，真细腻来保存啦。不过，你敢有失去过的经历？有可能是一个真水的盘仔，一个真好看的杯仔。不过安怎，真无细腻，甲拍破的时阵，哇，迄个时阵心足痛。有可能碰见的时阵，哇，你的心就安怎，惊吓找袂着啊。有可能一个无细腻的失去，也是摔破，你的心中会特别后悔，特别痛心啊。不过，咱今仔去读的圣经中间有一个妇人人，伊也有一个宝贝啊。这个宝贝是伊生命的一切，伊的所有，伊却安怎愿意牺牲、拍破、失去，为着主耶稣基督。咱今仔日要来看这个愿意牺牲的这个女性。玛利亚，伊安怎样特别互人记载伫圣经内底？咱第一个要来看的就是这个玛利亚的香油啊！哇，这个香油是真贵啊！这个香油不是讲随就有啊，伊需要安怎日积月累啊，一滴一滴欠起来啦，咱看到讲12章的这个一个宴席的中间啊，耶稣基督甲伊门徒去拉撒路因兜要来食饭啊，所以咱看到这个拉撒路因兜有3个人，伊有2个姐姐，一个叫做马大，一个叫做玛利亚，伫这个背景中间这个犹太人的社会是男尊女卑的社会背景啊，也就是讲，其实咱看到圣经内底，妇人人常常拢是查甫人的这个产业啦，也就是讲你只是一个物品啦伊较像是一个无互人受到社会地位尊重的一个女性啦所以咱看到讲圣经的时阵，常常妇人人是无声音的，拢是背景啊，
常常拢是以查甫人的观点来出发，这是因为犹太人的社会，因是安怎查甫人咧做头啦。所以，伫即个父权主义啊，什么叫父权主义？就是讲女性的地位真低的时阵啊，这女性拢爱挖靠查甫人啊去做工课来饲家还家啊，甚至讲因去教会教堂的时阵，妇人人是安怎爱分别出来？妇人人是袂当进一步啊，未去到圣殿内底的。所以咱看到即个妇人人的身份是哇尼啊低，不过即个玛利亚伫圣经内底竟然互人特别记载伫圣经内底。咱做伙来看即个玛利亚到底发生什么款的代志？今仔日咱所读的即段经文讲到一个真要紧的一个时刻啊！一个妇人人，伊正做规场宴舍中间，上知影耶稣、上明捌耶稣、上理解耶稣的处境的一个妇人人。今仔日的经文的背景讲到是搬过节的前第6日啊！哇，这个日子看起来真平常、真平凡的日子哇！圣经讲什么？这个文图也认为是一个素来平凡之日啊！什么意思？平常的一天啊，无特别的日子啊。不过，因却无发现讲，其实耶稣一定一步一步咧行十字架的道路啊。伫今仔日的经文进前，咱来头前来看第11章啊。约翰福音11章发生什么代志？就是这个耶稣和这个拉撒路割腕的代志啊。这个拉撒路对死人中割腕。互耶稣基督的气力、名声、影响力拖出去了后，哇！这个祭司长甲法利赛人就紧张啊，是安怎？因为这个耶稣基督来，真做因的威胁，真做因伫这个社会地位、这个宗教地位顶面的威胁，所以伊想尽办法，就是要将这个耶稣送去死刑啦。因为这个耶稣一定逼迫压迫到因的身份地位啊，所以咱看到这个耶稣基督，伊的影响力拖出去了后，哇！特别伊个互这个拉撒路对死人中割腕，对迄日开始，因就安怎商议讨论要来杀害耶稣。兄弟姊妹，当耶稣基督互这个拉撒路对死人中割腕了后，迄日开始，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就安怎真细腻啊！伊个安怎警醒啊？不过伊的门徒敢有警醒？伊的门徒佫认为是啥物？素来平凡之日啊！伊并毋知影讲伊的老师一定安怎一步一脚印咧行即个十字架的道路。当耶稣来到伯大尼的时阵，就是即个耶稣互拉撒路死割腕的所在。咱拢常常知影，耶稣甲拉撒路因兜是一个真亲密的关系。就算讲耶稣已经陷落伫性命危险内底，伊犹原要到拉撒路因兜来食即个宴舍。咱看到伊即个宴舍的中间啊，马太犹原安怎咧无营内底无营后口，而且咧款待，而且咧切物件、整理物件、整理所在。即个拉撒路咧招待耶稣甲门徒。不过常常玛利亚走去倒位去？玛利亚走去倒位去？拉撒路犹原咧招待这个门徒的时阵，到底伊的姐姐玛利亚走去倒位去啊？独独伫即个玛利亚伫规段圣经中间无任何的发言啊，伊无讲话，伊独独安怎摕一贵的一斤的即个香油出来？兄弟姊妹，传道有讲过，伫当初时的环境中间，妇人人是无人权的啦，没有人权啦，甚至讲即个妇人人做工是无摕到什么钱啊。不过是安怎样？玛利亚会摕一斤香油出来，无讲什么话，伊个亲像安怎？备办好势啊！他似乎已经预备好了啦。伊咧备办啥物啊？因为伊知影耶稣一定安怎要离开啊！伊备办真久啊！伊将即个上贵的香油摕出来，亲像伊已经知影耶稣离开的日已经近啊！
对马可福音来看，这个香油有300两啦。就是讲，这是一个查甫人咧做一个这个劳工啦吼，规年的薪资啦。不过咱看到玛利亚摕出这个香油的时阵，哇！你若是这个在留台伫遮咧宴舍啉食的时阵，向有一个人安尼啊，无讲话摕出来，大家会戆影无？会感觉讲这个人怪怪无？是安怎样？咱伫遮咧啉食真欢喜的时阵，有一个特别的人捧一个香油出来，无人知影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不过当大家人咧食的时阵，伊无讲话就安怎，将这个香油摔破。兄弟姊妹。玛利亚伊摔破这个动作是安怎？伊无任何的丢毒啊！当伊摔破的时阵是袂使后悔的啊！当伊摔破的时阵，就等于什么？这个油就流出来。当大家妹夫来甲伊做动的时阵，妹夫阻止的时阵，伊就安尼甲摔破。兄弟姊妹，若是你在场，你会安怎？会惊到无？会戆影无？会想讲，这个妇人人是起笑啊！这个妇人人是咧想啥物啊？连要甲主动的机会就无啊！代表啥物？伊一定想清楚啊！当这个香油拍破了后，这内底油流出来了后，伊就啥物拢乌有去啊！啥物拢无啊！他弟姊妹，咱看见玛利亚伊愿意拍破伊。珍贵的香油啊！玛利亚的这个动作代表什么？伊毋是互耶稣一丝仔尔呢？伊毋是敢若讲亲像咱出门的时阵要保养，用一丝仔安尼拍拍的尔，毋是啊！伊是规罐甲拍破。伊要互耶稣的，毋是敢若一丝仔尔，伊要互耶稣的，毋是敢若担保尔，伊要互耶稣的是完全的香油啊！边仔人会想讲，就算讲你要为着耶稣来切骹，你无一定要拍破全部的香油啊！你互伊一丝仔慢慢切就好啊，佮会当互耶稣炸转去啊！你嘛爱为着你的未来拍算啊！不过这个玛利亚伊安怎？伊毋是倒一丝仔呢，完全的拍破，伊无任何的丢度就拍破这个香油啊！所以伊用这个香油。抹伫耶稣基督的骹，甚至安怎用头毛去切耶稣的骹。兄弟姊妹，这看起来较像是一个女性，一个妇人人，伊是一个玛利亚，伊拍破一个香油尔。不过对伊来讲，伊拍破的是啥物啊？伊拍破的是伊的时间啊！伊过去一点一滴流落来，所欠的，伊所付出的，有可能伊自细汉就开始去共做工课，欠落来的香油啊！伊拍破的是伊的经济啊，伊的现在，伊的保障啊，伊拍破的是啥物？伊的未来啊！有可能这是伊的继承啊！兄弟姊妹。常常咱看见的是，伊敢若拍破一个香油尔，不过伊拍破的是伊生命所有的一切。玛利亚因为伊听耶稣基督，伊愿意拍破。拍破代表什么意思？拍破代表一定收袂回来啊！拍破是代表什么意思？一定安怎？伊覆水难收啊！是完全的护理啊！这罐香油代表伊生命的所有。玛利亚愿意爱耶稣，将伊生命一切拢予耶稣啊！玛利亚这个动作一定突破当初时的人对女性的看法，当初时的犹太人对妇人人的框架是啥物？头毛袂当放落来呢？妇人人的头毛是安怎爱扎的啊？爱暗的啊？头毛是袂当放落来啊？不过，伊因为听耶稣，伊愿意安怎？不顾他人的眼光啊！伊来到耶稣的面前，拍伫耶稣的脚前，为着要来荣耀耶稣，为着要用听、用行动，互众人知影，伊有偌尼啊听这个耶稣。兄弟姊妹，上水的一节经文来，讲到，当这个玛利亚拍破这个香油了后。规间厝安怎
拢是芳气啊！这个芳气毋是干那耶稣闻到人尔，是在座每一个人拢闻到这个芳气啊！咱的中间的妇女也亲像玛利亚同款啊！咱的妇女所做的，亲像芳气同款。当先生转去厝了后，厝内底一点款好的时阵，这就是一种芳气啊！虽然是闻袂到，不过你感受会到啊！咱今仔日的教堂遮尔啊整齐，遮尔啊清气，是因为有妇人人伫遮奉献服侍啊。虽闻闻袂到芳气，结果是安怎？咱看会到、感受会到，这是有人经历过的。这是因为咱中间有人愿意诚做玛利亚拍破家己啊，拍破伊的时间，拍破伊的性命，而才服侍啊。妇人人就亲像即款芳气同款啊，伊愿意拍破伊的性命，为着家庭，为着囡仔，伊愿意牺牲家己，互即个厝内底诚做芳芳的所在。因的关心充满芳气，因的忠心充满芳气，因的服侍充满芳气，妇人人的祈祷充满芳气。虽讲芳气闻袂到，不过咱真实会当感受到。玛利亚的动作，互咱有一个真深的心思。伊无计较别人的眼光，无计较一切的代价，伊愿意去用行动去听耶稣。互咱看到的是啥物？一个真正的敬拜者，是全然的献上，全然的安怎奉献伫上帝的面前。将上好的互上帝啊！咱毋是干那讲啊，我有时间才过来敬拜上帝，毋是讲咱今仔日上班真忝，我5分钟祈祷就好啊。毋是讲咱今仔日出去佚佗啊，我用直播看看就好啊。毋是安尼啊！咱要来聚会，毋是用剩的时间来聚会。咱要亲近上帝，毋是用剩的时间来亲近上帝。咱应该安怎将咱生命的第一位、头一位？放伫咱生命中间的第一位就是上帝，咱用一生来敬畏上帝啊！当咱拄爱第3条诗歌咧讲什么？我心全然摆上的时候，我金和银都没有啊，但是怎么样？我的心献给你啊！兄弟姊妹，你敢愿意将你的心献给耶稣？你敢愿意将你生命的一切献给耶稣啊？咱毋是干那有教业的时阵才奉献啊，咱毋是有气力的时阵才来服侍啊，咱毋是少年的时阵爱先去拍拼，以后食老还阁来服侍，毋是啊。玛利亚伊所做的是啥物？伊毋是看以后，伊是现在就拍破伊生命中上珍贵、上要紧的这款朋友，代表啥物？伊的生命完全交托伫耶稣基督的内底。第三，咱来看这个门徒的反应是啥物啊？哇！这个玛利亚伊所做的是完全听耶稣的行动啊。不过，当这个玛利亚这个咧听耶稣的行动的时阵，有人会讲话无？有啊，有人就讲应仔话啊啦。咱来看谁来讲应仔话啦吼。咱看到讲当这个玛利亚拍破香油的时阵，这个香气充满伫规间厝的时阵，哇！出卖犹大这个耶稣，这个出卖耶稣的这个犹大就安怎出声讲什么批评呢？犹大表示叫什么？你想哪歹将这个珍贵的香油卖出去帮赞善家人啊？兄弟姊妹，咱想象里内底有可能，伫教会内底，咱有可能有这个唔对的观念啊。咱来看犹大安怎来看这项代志。伊讲，这个香油若是摕出去，互人卖出去，这个钱毋是咱帮赞善家人吗？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啦。你若卖出去，会当得到真大的这个产业，这个钱会当帮赞侪的人啊。不过咱看到，这个像是一个真熟练的建议啊。不过，咱今仔日真足来看的时阵，约翰伊要讲到的是这个犹大伪善的心呐，假冒为善的心呐吼。伫第6节的时阵讲到，伊讲
犹大是一个贼啦。犹大讲即句话是安怎？是要透过帮赞善食人、送向人，要来暗藏家己的贪婪甲自私啊。犹大看到的是啥物？是一个计数啊！伊用钱来看待玛利亚所拍破的即个朋友啊！伊用价格去衡量一件事情啊！兄弟姊妹，咱咧服侍的时阵，咱有可能用钱来看待一切。不过，咱常常袂记得用上帝国的方式来去看，搁较远的价值是啥物啊？不过，玛利亚看到的是啥物？价值啊！玛利亚伊看到的是即罐香油值得为着耶稣基督安尼做啊！咱敢有可能不知不觉个真做即个犹大？有可能啊！咱有可能有观念是安尼伫咱的内底啊！咱穿一个熟练的换衫，不过其实是咧安怎？咧暗藏家己的自私啦，咧暗藏家己的罪啦。有可能咱毋知影，有可能咧暗藏家己的私心啊。也有可能咱因为听主的原因，会互人讲你伤凊彩啊。不过，当面对犹大的即个质疑甲质问的时阵，耶稣讲安怎？即句话真水啊！耶稣讲由他吧。哇，由他吧！上点的是后壁，兄弟姊妹，随往边仔的人真恶了解，到底玛利亚是要安尼做，有够戆的啊！基督徒礼拜日来做礼拜，有够戆的啊！礼拜日就应该安怎？出去佚佗啊！是安怎应该来遮做礼拜？哎呀，有够无彩，有够浪费啊！是安怎样？教会咧办夜会，你又该请你的年假来参加夜会，有够戆的啊！不过，玛利亚看到的是啥物？价值啊！咱来看耶稣，伊讲啥物？由他啦。虽往边仔的人无都理解，不过耶稣伊知影玛利亚所做的是啥物啊？相款，主耶稣伊也知影咱教会的负责人，伊点点咧做的一切，耶稣拢知影。负责人所受到的委屈、误解，主拢知影，因为耶和华监察咱的内心啊。当耶稣讲由他吧这句的意思是，其实耶稣伊知影玛利亚要为着安葬伊来所备办的朋友啊。上插心的是这则经文啊。耶稣讲，恁常常有善食人甲恁做伙，不过安怎你无时常有我？这句话毋是耶稣咧安怎？咧讲着帮善食人毋对啦。耶稣要讲的是啥物？我一定要离开恁啊呢。不过你安怎？恁拢毋知影。确实一个安怎？负责人玛利亚一定备办好势，一定看清楚。耶稣已经一步一脚印踏入这个十字架的路啊！所以这句话咧讲啥物？你们都没有警醒啊！我已经就要离开啊！不过恁却安怎？常常搁咧注目伫即个帮善善食人啊！帮善善食人是一个长期性、持续性会当做的代志啊！不过你的老师已经要死啊呢！我要就十字架啊！不过恁的心还搁伫安怎？咧帮善善食人，恁拢无警醒嘛？恁拢无警醒着，我已经要甲恁离开啊嘛！当门徒掠准讲这是一个平常平凡的一日，独到玛利亚一定知影，耶稣要上十字架道路的时间已经近啊！玛利亚一定提早知影，耶稣一定要面对着死亡啊！玛利亚一定提早备办警醒，将这个对耶稣基督的疼，透过这个朋友带出行动，勇敢来拍破，因为伊知影这个主耶稣基督大得伊安尼做，伊愿意拍破家己的一切，伊愿意奉献伊生命中的一切，伊愿意为着主耶稣基督突破人对伊的看法，独要为着备办予耶稣。玛利亚伊真做耶稣基督死了后，
头一个为着伊吃香油的。犹太人的文化就是人死了后爱为伊抹即个香油。圣经内底读到即个玛利亚伊有抹着耶稣基督香油。耶稣基督伫马太福音讲，伊做的是一个真水的事啦。咱看到玛利亚伊听耶稣基督赢过世间一切的物质啦。兄弟姊妹，听敢有代价？听有代价无？爱有没有代价？有没有？爱有没有代价？你听你先生，甲听你某有代价无？你听囡仔有代价无？有代价啊！咱所付出的每一分疼，拢爱付出代价啊！咱疼家己的囡仔的时阵，咱会尽心尽力，用咱的青春，用咱的时间，用咱的性命来摇一个囡仔。期待的是啥物？付出的代价，看见伊会当平安快乐来成长啊！主耶稣有付出代价无？伊为着疼世人的缘故，伊就失去价值。特别咱所有人一定要经历到受难周。我想耶稣基督，伊即个时阵也同款咧背叛家己啊。那你兄弟姊妹，你敢有警醒？亲像玛利亚背叛好势，背叛咱的主耶稣，行即段失去家的道路。你敢愿意亲像玛利亚同款？将你性命即款上贵上好的香油，你敢愿意拍破为着主耶稣？你敢愿意将你的性命一切梦想、家庭、财产、尊严，你性命中的一切，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亲像玛利亚同款拍破为着主耶稣基督？当香油破碎了后，厝充满香气。我相信，当中文教会每一个人拢愿意拍破家己的香油的时阵，咱的教会充满香气。咱的教会会互人感觉无同款。当咱愿意遵行耶稣的教导的时阵，就等于咱愿意破碎家己啊！主耶稣伊一定为咱拍破伊的性命，拍破伊的身躯。为着要互咱安怎较侪来结你，那安尼，你敢有愿意亲像玛利亚同款，拍破你生命中迄款上珍贵的香油，将你生命一切摆咧伫耶稣基督的面前？咱做伙来祈祷。主行感谢你，互阮搁一摆透过玛利亚的香油，互阮看见主，阮的生命也有香油伫咱的内底。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愿意亲像玛利亚同款，将阮生命上珍贵、上宝贵的即款香油，有迄个气力甲勇气，拍破伫你的面前，互阮完全将阮的生命交托伫你。我们将阮的过去、现在、未来，阮所烦恼的，阮所即个担忧的、惊吓的，拢交托伫主你的面前。主啊，愿你的圣神充满伫阮的内底。互阮对今仔日的经文中间，求主你对阮的生命讲话，求主你来帮助阮，互阮的生命会当亲像即个破碎的香油同款，发出芳芳的气，诚做正人的帮赞，诚做教会的帮赞。主，我若要将中文教会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主你帮助中文教会众兄弟姊妹，愿意亲像玛利亚同款，破碎家己，成全起造伫教会，互人行入来中文教会的时阵，佮感受到中文教会充满香气。感受到中文教会充满主的听伫阮的内底，主要将中文教会仰望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主你来掌管，愿主你甲阮三甲伫地，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这是咱来唱回应的诗歌，圣诗279首。主踮我心内无惊吓自在，主踮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
铭记我心神少年你无停，你做我光灯，予我有光明。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注定我心内无惊遐自在，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你令我心心相连的无停，你做我光灯，予我有光明。主做我的味，予我通我苦，到时刻念的你手里照顾。你做我的味，我做你的行。你教我经历，我教你当行。世间无一项比你较宝贵，因为你上帝我永远不悔。你是我一切，我的心靠你。地顶的苦恼，世间无通比。地顶的苦恼，我为得胜。我的主，我高的永远天定，也是有艰难，也是大变迁。我对主永远无也是。阿门。请坐，这时咱要请妇女团体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款是展开属天的实鼓。诗篇139篇第7节安尼讲。
阮有制作影片，咱做伙来看。这是阮妇女团契的手工才艺班，阮有做伙制作黑夜漫长，吸收过的骨，生命的坚强，如美丽音符，让永恒的爱再次包围你，让我陪伴你，擦干昨日的泪水。黑夜虽漫长，吸收过的骨，生命的坚强，如美丽音符，让永恒的爱再次包围你，让我陪伴你，擦干昨日的泪水。轻轻地微笑，别害怕忧伤，勇敢地相信明天有阳光，擦干所有眼泪，你不再孤单，生命四下重生的力量。轻轻地微笑，别失望沮丧，勇敢地打破冰冷的围墙，再次昂首踏出新时的脚步，生命陪伴你走每一步路。走每一步轻轻地微笑，别害怕忧伤，勇敢地相信明天有阳光，擦干所有眼泪，你不再孤单，生命四下重生的力量。轻轻地微笑，别失望沮丧，勇敢地打破冰冷的围墙，再次昂首踏出新兴的脚步，生命陪伴你走每一步路。轻轻地微笑，别害怕忧伤，勇敢地相信明天有阳光，擦干所有眼泪，你不再孤单，生命四下重生的力量。轻轻地微笑，别失望沮丧，勇敢地打破冰冷的围墙，再次昂首踏出新兴的脚步，生命陪伴你走每一步路。让你微笑起来。再次昂首踏出新兴的脚步，山壁陪伴你走每一步路。阮每一年的灵修营的活动内容拢足丰富的，毋过较可惜的是，按姊妹参加的人数较少。希望明年度阮咧举办的时，欢迎大家姊妹拢做伙来参加。我来报告今主日的周报，请摕出恁手中的周报。顶周聚会主日礼拜61人，奉献7650块；主日2 10人，奉献310块；拜一妇女团契有8人，拜三祈祷会16人，拜六少年团契有9人，拜六青少年团契有5人。下主日事工分配讲道是潘家群传道、苏慧黄灯守长老、苏琴许玉昭长老、
当日有李玉洁执事、黄进华执事敬拜第四组，电子琴是刘安德弟兄，主礼2第四组导播音控黄家乐、李崇胜，电脑投影二春竹姐妹，交代李佩珊、陈元儒，交通组有刘祖义、佘安兰。下周事工分配8妇女团契主理是李佩珊姐妹，地点伫教会1楼。拜3基督会敬拜林丰镇长老苏琴、黄恩婷姐妹，台岛的家庭是二春竹姐妹。拜4中职探访家庭杨丽春姐妹，轮值探访的有柯玉娇长老甲王雅玲执事。拜6青少年团契敬拜杨仲成同学。破冰张博伟同学，内容是团契时间。拜6上联团契主理刘主义长老，圣经路加福音12章13到21节，题目是贪心甲无知。本周的金句按台语国语咱做伙来读，因为常常有送乡人甲恁伫地，若是我无常常甲恁伫地，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在一起。但是你们不常有我。教会消息第1点，今主日是本会妇女事工纪念主日，由本会妇女团契带领礼拜定时愿上帝赐福因的服侍，请为妇女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2，请有参加手抄圣经的兄弟姐妹，礼拜后向林丰镇长老领取稿纸。第3，自今主日起，主日讲道由潘家群传道负责，4月1日起正式到任为本会牧者。第4，下主日3月22，台南新学院纪念主日，由本会潘家群传道正道请安甲报告，请兄弟为台南新学院关心代祷甲奉献。第5，高雄中会高南区12间教会联合受难周圣餐礼拜日期是4月2号，拜4下暗7点半，地点一家教会。要参加的兄弟，请到2楼主堂外口的桌顶遐签名。第6，林园正教会举办复活传爱联合活动，要参日期是3月28，拜6，地点林园夜市，主题是夜 S 电影院。要看的影片是《万王之王》，时间是下晡5点到8点。因为要准备活动餐点，若要参加的兄弟，请到2楼主堂外口桌顶签名。第7，下主日正道讲师是潘家群传道，圣经马太福音4章18到22节，题目是对你身后。代祷事项，请照每个项目为以下代志守望代祷。特别提名为病痛、为年长、为新生灵甲生活，请为因提名代祷。顶周3月1号甲顶周3月8号奉献名册表，若有登记错误的，请找会计李敏秀技术更正。我来报告今主日的奉献。月定现金有4人，奉献12000块；感恩现金有5人，11500块；建堂现金有3人，18000块。妇女团契现金有11人，10000块；主日2现金有1人，1000块。奉献总计是52500块，请起立吟奉献诗歌。请坐。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吼，咱伫今仔日来主持咱个能够做伙伫上帝圣殿咱来敬拜咱的上帝。头一个我先来介绍，咱今日有一个新朋友啦吼，参与伫咱的教甲咱敬拜上帝。这个是做林尚志兄弟啦吼，林上帝兄弟是伫东港教会，可能是甲咱的团队真好吼。
咱徛起咱家拍鼓欢迎一下，感谢恁哦，是有专家啦吼，好，请假，好，好，过来就是，过直接来补充一下，就是咱对今仔日拄只开始，咱所请牧者，就是咱的潘家群团队伫遮来讲道，甲咱三甲来敬拜咱的上帝。伊伫前礼拜吼，拄伫日本回来尔，感谢上帝，互伊拢会当旅游愉快吼，平安倒转来，咱年仔伫遮来拍鼓甲潘团队欢迎一下，来欢迎一下，吼，伊4月初1正式教任副任啦吼，伫咱的教会甲咱三甲来服侍吼，伫遮甲咱补充报告。两项就是咱伫4月初2，咱高南区咱12间教会，咱伫即个受难周中间，咱的教会除了有受难周迄种暗时做以外，咱伫迄个拜四就是4月初2啦吼，咱要到迄个一家教会，咱伫遐要三甲来到受难周联合圣餐的礼拜，所以咱若兄弟姊妹要参加的人，咱伫外面即个2楼东直道遐吼。咱来伫遐签名，到时我甲报告咱的时间，咱做伙伫教会，咱来坐车出发。搁有一人就是咱即个林门正教会吼，咱林门正教会，咱伫即个3月28就是拜六吼，咱有伫夜市遐，咱要来有即个歌乐团来联合的活动，咱伫要看电影，嘛有伫遐下餐吼，咱所以咱。为着要来知影讲准备即个餐点，所以咱嘛是伫等一个礼拜线，咱嘛伫即个外面的2楼遐来签名。当然即个活动是咱自由去哦吼，咱教会就不出车，伫林门夜市遐咱家己自由骑多巴还是赛车机拢会使。咱伫遐来即个参加即个歌乐的团来活动，甚至伫遐看电影，一面看电影一面交易，一面食物件吼。来庆祝最后所有歌乐，以上甲咱做一个简单的报告。这是咱来吟上用的圣诗510首，510首。俄勒天顶主宰，俄勒天顶主宰，创造天地甲海，保护万民，人人伫普天的同心。俄勒上帝，俄勒三位一体，白镜圣神。咱做伙起来吟诗，吟诗煞请潘团队来祝福敬祷。答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